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非常高兴，我们今朝又是相聚了了一副舞台。那么今朝呢，是我们上海平台头啊，为大家奉献的一台平台的关于经典的四大名著当中的内容演出。那么还是我们一副舞台项目演出的一部分。那么在让这个主持之前、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听众打个招呼。因为今朝呢是这个现场演出，而且呢位于国际广播电台的网络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呢，就是讲全世界都能看到。如果外星人有兴趣的话呢，他也能看到。所以这个主办方呢特别跟我打个招呼，希望能够多用一点普通话来主持，这样呢能够让这个不太能听懂苏州话的这个网络上的观众能够更好的来欣赏我们的演出。所以今天呢，我也是勉为其难稍微这个舌头要举一举都用点普通话。当然，我们这个说书开篇还是原汁原味的苏州话。首先呢，像这个今天这个到场的观众朋友们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我们这个在网络收看的观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礼拜六天气非常好，而且呢今天我们艺术舞台你看高朋满座基本上是座无虚席，说明这个艺术舞台作为这个上海的文化地标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也说明评弹艺术作为我们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主要的代表性的曲种，也是深受我们上海乃至全国世界观众的欢迎。那么今天我们这台演出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是四大名著的题材的评弹的经典节目的汇演。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四大名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四本这个巨著大家好多人从小就读，而且一辈子能够这个越读越有趣，越读觉得越有它的深度。那么三国、红楼、水浒、西游记这四大名著是我们中国文学宝库当中的瑰宝。那么我们评弹艺术呢，也是把这个四大名著当中的很多内容改成了我们评弹的选段，听来是别有风味，有这个很多经典的，我们从清朝开始到民国年间有很多经典的开篇长篇中篇到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挖掘。那么今天来到艺术舞台演出呢，这场演出更加的特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艺术舞台是这个戏曲曲艺的专演的剧场，金昆乐沪淮评弹，尤其评弹呢我们在艺术舞台有过很多很多的演出过去有天蟾乐书会，每个月都有一场演出，包括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的好多的青年演员，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有过一次叫江浙沪评弹金榜大奖赛，我们的初赛、复赛、决赛、总决赛全是在艺术舞台举行，他们也是从艺术舞台登上了评弹金榜，今天都成为了颇有造诣的青年艺术家。所以我们对艺术舞台也是非常有感情，希望1年以后艺术舞台有崭新的面貌在我们面前，观众朋友能够有更好的场地来欣赏戏曲。好，接下来我们演出开始。第一个开篇，《红楼梦》当中的王熙凤。《红楼梦》题材我想我不便多说了，大家可能一定是比我更加熟悉这个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个曹雪芹大师这个创作了煌煌巨著《红楼梦》。王熙凤呢是金陵12钗当中的一员，那么她跟其他的女子有所不同。王熙凤这个人八面玲珑，但是心狠手辣，工于心计，善于敛财，但是呢最终她无能为力这个难以扶大厦与将倾，最后落得一个非常悲惨的命运，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那么这首开篇呢是琴调来演唱，我们于洪先老师呢这首王熙凤是非常出名，今天由
我们也是评弹金榜的这个10家之一，也是上海评弹团的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朱琳为大家演唱这首《王熙凤》，伴奏高博文。
王熙凤他龙华枪，密闭的宝器是什么？金牛俩有天作神，其实是美丽的家亲。好，刚刚这个王熙凤呢唱得了娓娓荡气，这个非常的精彩。因为情调呢，它就是个一泻千里啊，这个像大鹏展翅一样，既能唱比较轻松的题材，也能唱这一类这个叙事的啊，有悲的啊，有哀怨的。所以曲艺呢，评弹呢，就是一曲百唱，各种流派啊，能唱各种情绪。那么唱完了王熙凤呢，我们要唱另外一位女性。刚才是红楼，现在要换一下是三国。三国当中啊，女性并不多，但是呢，杰出的倒有一位，称到巾帼英雄，啊，四大美人之一，大家都清楚，貂蝉。这个貂蝉不容易啊，王司徒的婢女，但是呢，她为国为民，在董卓和吕布父子间，她这个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无间道。啊，所以最后呢，这个吕布把董卓给除掉了啊，为国除奸。所以貂蝉呢，这首开篇呢，也是一首传统开篇。第一句就把貂蝉这个女子巾帼无双女班头这样一个绝色佳人，又是一个爱国有侠义心肠的女子。那么用什么流派来演唱呢？用喉调来演唱这首貂蝉。演唱者也是我们这个评弹金榜的得主啊，现在也是我们上海评弹团的中坚力量，由周慧为大家演唱《貂蝉》，伴奏江孝伯。
身心地，那否子飞身风马这个刚才听了周慧唱的这个喉调啊，两个流派呢各有不同，这个都是评弹与女演员来开创的流派。那么评弹呢都是男生开唱的流派比较多啊，女演员呢不是很多，但是呢都是非常的优秀，很出色。那么听完了这两段呢，我们要听这个男生演唱了啊。接下来这段是对唱开篇，战长沙。是三国当中的战长沙。战长沙有很多版本，那么今天是对唱开篇，就是唱的是张建廷、张建国这两位这个大家的版本。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战长沙这一段这个情节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关云长呢失英雄、重英雄、爱英雄，黄忠呢知恩图报，所以呢演绎了一段这个关云长义释黄忠的这样一段忠义的故事。那么演唱者是谁呢？也是上海评弹团的两位老将毛新龄、高博文这个让我们先唱毛老师呢肯定逃不脱的，等歇让伊唱段精彩的，对吧？这个等歇伊肯定要唱的。刚刚后台我已经对伊讲了，侬唱段啥？那么伊讲了一段呢，我觉着不适合，侬要改段适合点的，等歇让他适合点。适合就是过瘾啊，网上观众过瘾啊，我还翻译了蛮吃力的。先领导开口了。哎呀，听领导闲话总不错呀！哎呀，我代表观众向来建议啊。好，请听这首《战长沙》。归云长他领去攻打上沙城，不见兵。
他连言说否一之句，是道君女呀，你此往长沙要虑神，你须到王中他一妹，他说过便是无意间百步出洋，天下本你不能称的我君恩情，那关公分庭非礼，想是大军师后边担心我姊妹威风自开，想那王中之那怒后做的关某须大比人见后必三亲身后马我则想下刀须挑袖欧百名不加急开得身下恭敬神关公一把将兵发马不停地十一人到那一天一地上杀军关公轰隆隆三声他想比车兵他回答西出那杨林后的英勇王海生老将士替他明日送早队伍，关公是替他长须偏不白如人一个儿是威风凛凛一个儿是对水晶神，一个儿好比蛟龙刚
风的水难分解，是杀得神头飞扬，天地昏，是杀得大象三军，谁喝彩是上的上上太师，他心带太师是怕王中，他没一定吩咐民间快事兵，那关公为人心爱想，想那老将勾入浮虚名，我要60枪击下在海深，打来这是关公，手用头当机，老将是为几个人能不了马西西飞下身，关公是满名他为人将马我当了明天与开兵，老将是他许开弓，恰不因他2次开弓都非方便临，关公最大吊脚下，老将是为这为分难特身，是何开弓相继发，听那水的声，思虑心不疲不静，不差不分，身中两关公的钟馗人，他已经分明白所人一经4年
杀了还有举了王家，准开了神门，必把关公年金能神。别怪狗家。那么有一个请求啊，请求大家为高头只琵琶鼓鼓掌啊！唱唱的假使不琵琶是我要头起的呀。那么再为大家唱这样首《迷功名》，表心。上句送真是为不主要的将老拉弄身边老远的寒风谁都当一个将配姑娘子你们为我身边却自欺不可，弄种子哪来那个诗人分落空？我们跳高龙门，干好人，为出了一件那三杯上女红，哪来我？能举几家东，可以节奏中，一生出息，一生出息，法力。谢谢。好，刚刚这个毛心林的演唱啊，非常的精彩。这个张建庭的张调呢，的确在评弹的流派当中啊，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因为呢，它高亢激昂，而且呢，这个唱腔啊，跌宕感很强，咬字呢又特别是苍劲有力。那么毛心林老师呢，也是我们张派的这个非常卓越的这个传人啊，所以这个得到了观众的欢迎。那么一段这个张调演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也是两个非常大的流派，讲调和余调。那么我们刚才唱了这个红楼啊、三国，那么接下来来一段西游记啊。我们上海评弹团呢，在1958年啊，曾经编创了一个中篇评弹，叫《白虎岭》，取材于是这个《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回目啊，叫这个师傅三系唐三藏，这个圣僧这个恨着美猴王啊，有这样的回目，好像是《西游记》第27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啊，也是家喻户晓。当然呢，这个《西游记》虽然是神话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啊，在这个为人处事啊，像白骨精啊，表面啊非常的这个漂亮善良，但是呢内心啊很卑鄙，他要害唐僧，所以也是一句老话
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么这一段唱呢，是蒋月泉、朱慧珍两位大师的这个精彩的杰作，叫《白虎岭》当中玉腰一段，演唱者江孝伯、谢燕。当身总是野花离间之际，我身悟空所指花果山，现在在蟑螂向一口麦，哟，出来一个年纪轻轻的标致女人。哎呀，总大概这个主人是个男，或者是个老宅。这样子，你石头山高头得来给他过夜是不方便管。可不是去嘛？要紧立起身来，哟，女菩萨，平生带两头的水气水军，如今要告辞了。什么人？一嘴子？哼！哎，是的为当你包堂认亲了呀，哪把你讲得出个？这个野瓜做工么是得害个？你们当家，好像满腹委屈，满面谁用？哎呀，师傅神情感，哎呀，一张考试题完，少提这个哭出来。女菩萨乃是仙女神魂，如此说来，真是可喜可贺了。可喜可贺啊！哎，是得当你包当人亲嘛，真正的可喜可贺在。师傅啦！不仅讲这只狗上我为好多了点，可惜可恶，这真情况来吃得上。有这些不对完，那只狗上讲把我听啥听呢？哦，为什么？可我是个出家人，总要我年轻把菜吧，差头的一个男人。哎呀，我也已经不空了，该完。女菩萨。
师傅，可是要凭身从今，超度方文。哎，不是的。哦，不是的，不是噶，不是么？那次过上讲把我听说听的，但我不对归归，不对鬼呀！讲我去嘛，哼，谁当你对鬼子呀？师傅啦！我们是呀富商君，方某福。不如phía sau sắc cả khử đó chỉ có dạng phật dạng khởi những那么大是明白着，也想重新搞个好男人，不是讲相巧。中央那菩萨米朗想，他的通人通人，可是我听着要恶里的性格，菩萨，想菩萨天能保佑你天师良缘啊！师傅，是你可这些，这鱼有人呐、他竟不有千里来了的呀！哦，可夸父家好人家，你为到人家了呀？那么拿龙法呢？其他日们每日一等气势汹汹冒真年。我今好比笼中呀，我屡屡不得，区区不胜进退，两难其地呀。事到如今，我已无可奈。为盼一世去逃生，对，让我追之吧！一绕一溜，往正高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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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月光砰扑上来，齐军一发之际，身悟空孤岛，谁得大字结束，千天不大。好，刚才一段这个玉腰啊，是这个讲调和余调的对唱的经典版。那么也有观众在问啊，侬还蛮忙的嘛？啊，要主持了，要对了伴奏，还要演唱，那个喉咙一定哑脱了。其实呢，今朝本身的主持呢不是我，不是我主持，原来主持呢是我们更加年轻的演员小鲜肉
陆家伟，他主持。那么伊呢，等他不来之后呢，这个应邀他到纽约去演出了。那么要到纽约呢，我不好拉牢伊，对吧？伊到这个别地方嘛，我拉牢伊。纽约嘛，人家是比较重要的演出，我们也支持他把这个上海文化走出去。所以他去演出呢，临时这个去演出呢要换人呢，那么只好我来了，啊，要保护好其他演员，所以呢，这个主持只能我来。那伴奏呢，这个怎么伊拉看得起要叫我伴奏，根本我也不好回头。你拒绝了一个，侬哪能嘎子嘎头了，对吧？你这个要这个叫什么？这个干部要走到群众当中去，对吧？那么等我等于顶帽子一戴，我吃不消，对吧？所以呢，这个伴奏呢，我也是非常的乐意给他们伴奏，啊，希望看到这台节目呢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啊，特别是我们这个网络的观众，你们没有接触过评弹或者听过评弹不太了解的，通过今天的演出呢，能够对评弹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演出呢，也是在流派上选的节目上也是比较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又是《红楼梦》当中的一段比较经典的开篇。《红楼梦》当中人物很多有一个人物这个我说一句这个形容词大家就知道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施，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个谁呢？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真是各种戏曲门类都唱不完评弹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关于林黛玉的开篇林黛玉黛玉焚稿、黛玉葬花、绛珠叹这些都是关于林黛玉这个题材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林黛玉黛玉焚稿这一段是在这个《红楼梦》后部了这个要90几回当中，这个就是黛玉知道这个宝钗跟宝玉他们成婚了，金玉良缘，所以心里这个绝望了，所以把他的诗稿全部焚化彻底跟这个浑浊的世界告别。所以林黛玉这个人物呢是唱不尽唱不绝。那么林黛玉这个开篇用立调来演唱最多，立调呢能很好的表现这个林黛玉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出我们评弹金榜的10佳的得主也是立调的这个传人陆锦花为大家演唱这段《黛玉焚稿》。
句
我也引示我个主持人的权利。来，听从上热情，么让陆金华再唱几句。好。当然听众的鼓励。我听见下头有交关观众浪讲，陆金华睡脱着了。我听见噻，那么搿个以后啦没办法，冬天了是不是过年啊？我要买作业，那么这下看法吃，因为做个棋盘啦，现在是新的了，一装了就装不下个。所以啦，听众都激动了哇，感动了也感动了。假使讲搿个再装出来呢，你都下头我也听得出，哎哟，陆金华又装了嘛。下趟呢，争取进这个办事，最好呢能够再睡一点点。再为大家唱一段杜十娘的戏曲《收账》，谢谢。好，一段立调呢，这个非常的缠绵，啊，这个立调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在上海，啊，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我记得陆锦花就是在逸夫的舞台上参加这个金榜大奖赛的时候，一曲《黛玉焚稿》，上海的观众非常的这个喜欢他，说他唱的非常像啊，所以呢，他就人才引进到了上海，所以这个。金榜大奖赛之后啊，我们在逸夫的这个演出啊，我们也一直在下面观察，观众特别热衷的，我们就要把它引进到上海来。所以你们都是鉴赏家，他们都应该谢谢你们。搿只户口上来才是拿功劳，哎，那拍手拍了结棍了，是吧？非常感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是个小乐队，陆锦花演唱呢是江孝伯、我、黄海华3个人为他伴奏。其实呢。这也充分说明上海评弹团这样一个非常光荣的、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啊！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老先生就这样，徐立先老师唱的时候，就是周云瑞啊、张建国啊这些老师为他伴奏。那么现在呢，陆锦花唱，你想，江孝伯刚刚演完，这个还没有休息，黄海华还没有唱，还没有出来。过去呢，一般我还没有唱呢，一般是不跟人伴奏的。但是呢，我们团里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大家都是非常的相互帮助。好，这个桌子一放呢，大家就知道这个接下来要来一回评话了。评弹就是苏州评话跟苏州弹词的合称。评话少不了，上海评弹团呢，这个评话名家也是这个从老中青都有啊。我们这个如数家珍的张鸿升啊、吴子安呐、唐耿良啊、吴君玉啊这些大家们啊。今天这位评话呢，我想大家一定也猜到了啊。这个《水浒》啥人识啊？名气鼎响，《水浒》独一家就是我们吴君玉老师的《水浒》。
那么吴老师的公子呢，这个吴新博老师啊，他是说水浒的最好的传承人。那么今天呢，说一段什么呢？非常风趣的啊！我们知道水浒当中啊，这个女角色不多，108将一塌瓜子3个女人，这3个女人2个呢还是这个不大好看啊。你说奇丑无比嘛，嘎不一定，八虎中八克了，对吧？有一个特别漂亮，一丈青扈三娘，很漂亮。但是她嫁的这个老公啊，阿家伙王英，这段姻缘怎么会成功的啊？其中有不少的趣事。那么我们评弹呢，就是把小说当中所没有的细节，我们来丰富、来加工啊，让大家听着这个叫理趣细其味，在评弹当中都有。特别呢，吴老师的水浒啊，特别的受观众的欢迎。我们掌声欢迎吴新博为大家表演水浒的片段。我不是党员啊，但我是名门啊。我带了高博文同志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今朝是4大名著的纠缠，4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爱情。三国里向貂蝉的吕布，爱情有感情的。红楼梦是副台子贾宝玉，一日到跌了爱情里。西游记刚刚江山不是个八国境，这个不是爱情。女儿国，歌唱。悄悄问深深，女儿美不美？对吧？歌唱爱情，我事后里爱情。今朝是一段周长丽音，刚刚这部分交代过了。3个女将，其中有个一丈青扈三娘，阿家伙王英。搿说起谈恋爱搿桩事体下去好不想。一般来讲，谈恋爱呢，总归是我脑子当中啊，追求，当侬看到个小姑娘漂亮，主动追求，像现代人还有一种相亲，爷叔伯伯婶婶娘舅介绍。为了现在还有一种相亲，中国式相亲，就到电视里去相亲。我在电视节目相亲的老多。阿拉妈老欢喜看，83岁了，你倒看相亲。所以我今朝搿段故事叫周长丽音。那山东有个地方叫朱家庄，今朝周长龙乡出来一位女将，身材蛮长大，用现在标准讲起来，大概中1米73，标准身材。身浪向自动开金丝银丝的，手指李逵脚浪向凤头周旋，头浪向书法诗意紫金骨，日飞高飘，记下了墓碑了。两岁江头，西来送死啊！是派2岁当作夸张，2岁郎第一个出来个大将杀人，108将当中本事不够这个，名气都没响啊！家伙，王英，王英。身高1米43，像棒子人一张。王英今年33岁，接受上周上口见扈三娘的一刹那，擦！一瞬间，爱情的窗户打开
配料。这个是比较文字化的讲法。如果用阿拉现在小朋友的闲话来讲，叫啥？瞬间荷尔蒙剧增。姑娘，我33岁了，没老婆。姑娘，嫁给我吧，我爱你。有个老先生叫金生泰，专门批水货啊。金生泰批水货批到搿浪向有一句闲话，是王英乃色鬼也。我觉着讲得不对。33岁没尝过爱情的味道，这个是一个初恋。33岁看见这样一个60加深稍微兴奋点，这个老正常啊。暧昧之心，神交于之啊。我老实惠了，我有辰光路浪向看见漂亮小姑娘，我多看看。有趟我坐地铁，对过坐2个小姑娘，侪漂亮，我看了忘记脱，送到浦东去了。那么当然翻过来盯牢我看个小姑娘也蛮多啊。我觉着搿个白头发老伯伯倒蛮好看啊。还有人讲我有点像胡秀波的一个。暧昧之心，神交于之。当然随便啥事体有个头，不哈过分，过头了就不好白相了。我有个朋友，一对夫妻养个囡恩，今年23岁，真生了蛮好看的，但是呢有个缺点，啥个缺点呢？皮肤比较黑，其实不大高，很理切，小麦色。有种人花枝大动地，摆了啥个搿种紫外线光里向去照了个能样子。有个香港明星叫古天乐，就照出来了，不照没搿种颜色啊。那么伊不买账，来搭里讲搿样么子，他只8个里侪一塌。哎呀，3点动地，反正吃个用个侪是阿爸妈，现在独生子女嘛，对不啦？侪阿爸妈，那么伊侪塌了面孔了。有一趟买着一样么子，讲啥个美国的啥个珍巴鸡塌了上当了，后来隆庆上的是大新货，网浪向买的大新货，3个人塌下来白不白？搿浪向大概种像我只华东的段子这样大，皮带夹一块，没等漆黑，非得黑上头。长出了几根毛，那么小姑娘急死了，一是吊吊毛蛋妹，现在独生子女侪是阿爸妈倒霉，伊凡是有啥个不如意，侪是阿爸妈总归。伊拉个妈做日蛮好的工作，单位里向亲自上病加班，伊天天上海市区国办美容医院短达一般医院里9家门诊258块。这个老主教有本事，一看说妹妹啊，你这个叫啥？公中毒。后来我晓得的，凡是真白的写真白的，里向伴有公的。再讲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天然的，不是染的。那个要告诉我天然的，我早白头，我染头发染到以来，头发这个侪秃光脱了，我吓死了。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染头发也不是好么事。凡是塌了头浪向白头发会得变黑的，侪是花样么事。这个叫公中毒，搿块么子出毛病了。小姑娘哭啊，说医生侬救救我呀！本来是要嫁外国人，现在中国人也嫁不脱了。是什么？翻接。现在有个新的办法，植皮。啥个叫植皮？就搿浪向块长毛的黑个喷脱，弄块哈贴上去。哦，这妹妹侬寻寻看，何里搭块皮肤顶好？小姑娘醒了。如果是那个男人杀得一塌糊涂的辰光，他会很强大。为什么？女性其实还有一重身份，她有皮肤顶好。医生老早晓得了，说啥地方呢？我告诉你，搿块皮肤顶好。搿块皮肤20多年从来没晒着过太阳，细细白。周先生，哎呦，现在科学真的发达，1万多块钱手术费，还块到买个很特搿浪向贴上去，
天衣无缝，我晓得里点多块皮，我把看不出。三姑娘开心的不得了，我的爱情开心的不得了，天天唱歌了也好讲外国人子。不晓得妹妹啊，你非高兴。啥天出毛病子？搿块皮肤搿浪向灯子20多年，突然之间弹到街浪向，伊不习惯。自从第二次搿块皮肤到外头去，不哈看见灯子，伊不是傻的，一块么子进去碰一碰。该个么得不偿失，不个手子。所以一句闲话讲得好，叫爱美之心，胜家有之喜。人侪希望自家变得美一点，自家口出来的么是美一点。王英咣当走上龙乡，妹妹嫁给我吧。吴三娘吃啥个出称？小子，找死！上来动手打。王英根本不是吴三娘对手，身经我作。接下来吴三娘哈本事啊！一口气4拍2、3了，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捉他13个，一个帮鱼跳起来了。杀人黑旋风厉鬼，谁声炮响我来。吴三娘啥体狠？吴三娘手里向有只蟒，叫红面塔石，像蟒这样一只。那上天里打得过打，打不过啪，红面塔树拿来套牢，嘿，一通，搿只红面塔树蟒里向全部侪是钉钩一样的刀手钩，所以吓得大家侪不敢上去嘛，讲出老虎马上，到主上龙向碰对吴三娘，嘿嘿，听好，老子胡叫黑旋风厉鬼，你跳到武打，你打不过我啊！来，你有本领，你这个老巨贼逃！逃！吴三娘不理吓他一半呀，昨天上来启动野举，他打整个第一手帮上，啪，高上一刀，红面他说弄到手里向，嘿，杀！像五毛人杀出来，忙正讲出了里头大家，嘿，走牢。一水，那一般人一水，搿点当手给全部塌到皮肉里向去，血汤汤起。吴三娘现在一水，讲出来个皮肤，嘿，眼、肩、舌，像现在搿种 SUV 的轮胎一样啊，那根本水不进去。讲出来呢，嘿嘿，妹妹啊，跟我走去啊，走！哇！偷子吴三娘走去了。好，双方水兵。接下来李耀帮对大家商量，哪办法？商量来商量去，商量至半日，4拍2、3搭子做高桩，台下一个方案。名字叫醉马湖将，何谓叫醉马湖将？当时周长老喊个，所以说男桌子我个人子，我把桌子那个人子，大家要下一个地方，台下一个寿司，新法讲起来说就交换俘虏，当时叫醉马湖将。那么因为吴三娘比较怂养。吴三娘是对方捉高桩2、3个未婚妻，所以捉了吴三娘2、3浪到对方台下1个点5个，所以说挨得放个吴三娘对面放5个大将，那么对面5个放啥人？当时2、3浪向捉了个点弟兄侪也捉了，谁是个二家伙王英这些文字自动野举不出来。啥天嘛，王英走年对我蹲了该搭看得见吴三娘走妻子看不见子，不晓得那也是非走来嘛，讲出了黑旋风厉鬼提出，这个杀天大背也走来，不走来蹲了个面太早死的，所以5个人点出来，王英其中1个
今朝周长龙向双方绑头，不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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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当中一点把戏。该到53年，欧普大帮记下来5百了，革命2、3了5个大将，欧普大好记好了5百了，一个过来，4个把他，再有一个2尺了，2匹马甲，双方同时放马，过中线，交互成功了，不过中线，你到对方的人不可以来打马，双方马拍擦肩而过，还算是擦肩而过一刹那。王英实在压服了，妹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33岁了，我第一次心动哎，妹子，我不要回去哎，我要留在胡家庄哎，妹子，你就答应我吧，你不回去了，跟我上梁山好不好？我说妹子，你就可怜可怜我，我是真的喜欢你哎。女性，大家阿哥子，像搿种2、3百足引带的故事，8手手的故事。实际上，这个理想像虚岁，像2、3百。从现在角度来看，各种男人侪老坦白的，那觉着吧？包括结婚王英，但是还随着王英这个几句闲话，介绍胡三娘心里想会得有这个，几首这个介绍爱情的厚重。为啥会得这个？实际上，你都仔细去想，女性那每种辰光她很弱，但是女性。那么刀会这故事呢，是发生在关云长身上。关云长是忠义千秋的啊，我们这个多少年来大家非常供奉。母性，很少个男人是为了让女性的母性大爆发。就说该辰光胡三娘3对王英说一句闲话：“我说小子，喜欢我，我真的喜欢你耶。好吧，那你就别回去，跟我走吧。”王英一听，我睡了的那个句闲话，就说至于王英做的这不足气势，马背浪向搿拉马塞这么多啊，家伙啊，这多得一点点，整个人的身体比4月还矮他半只头啊！这个啥个尺寸啊？那想2只脚多得一点点，砰！多脚与多脚哈气，马背龙腾抽起来，他一个周身活络，跳过来，忙着胡三娘的马屁股浪向，腾一手，胡三娘的副科长出了真的来着。这匹马一看呢，一马上头走起了，看得个头名黑旋风李官气势气得了。天下世界有各种朋友啊，这个色鬼嘛，真个色鬼啊！接下来2、3当朱家庄，朱家庄当帮胡三娘投奔2、3，那是家伙王英小狗跌了水坑里，老荣跌了米缸里，天天盯老子上。胡三娘哎，嫁给我吧，我是真的爱你哎，我虽然矮了点，我良心好哎。那边看王英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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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3个灯我盯下来，胡三娘不理盯老子。所以有句闲话讲得哈，
就说爱要大声说出来，对吧？那我台上向就大声说出来，亲爱的观众，我爱你们，对吧？阿拉一副台下一个100年，像你整个一代人，侪是辣一副舞台浪向成长的。我印象挺深了，我第一趟上台，踏到台浪向，我看下去，下头一样没啥看不清爽了。今朝我看呐，这面孔才看得清爽。说明我们一代演员在这个舞台上成长了，对吧？我上次的副舞台辰光，刚刚来个辰光是黑头发，现在头发稀稀白了，再过脱10年，头发一根也没了。我脱顶了，成长了。所以爱要说出来，爱要说出来，真的要说出来，说出来好啊！现在啊，我觉着自从有了搿只传名手机啊，特别是这个苹果手机啊、微信啊，使得阿拉之间交关交流产生问题啊。特别现在年轻人啊，讲闲话不会讲啊，不会讲啊，表白不会啊，在微信高头讲。我有个朋友，夫妻两高头，年纪也不小了，30几岁，一对夫妻哦。搿两家头生活我真吃不消。日里向发微信，不要去讲理，夜里向蹲辣房间里呀，家子母辣海摘寒极，一边吃西瓜子一边摘寒极。西瓜子吃得辰光长着，嘴巴干着。搿么侬讲呀，老公倒杯茶勿讲啊，发微信啊，老公倒杯茶。搿老公就坐辣边浪，搿么侬答应伊呢，出老不答应啊，还发微信啊，宝贝，我知道了，2只13点，2只13点啊。搿么有人讲吴兴爸年纪轻也是搿能，年纪大啦，年纪大现在交关人也搿能。我本人勿管瞎讲，阿拉姆妈今年83岁，头发比我好交白了，一根黑个也没了。我像伊买物事对伐，从来勿到外头去买的。淘宝钞票侪拨了一个叫马云的赤佬赚得起，侪拨伊赚得起。现在更加好了，阿拉家姊夫拍伊马屁，啥天呢？买了只 iPad 拨伊，我来买了只 iPad 拨伊。乃是还有，因为原来手机还小啊，现在 iPad 大是，天天吃好夜饭 iPad， 够不错。前一枪过年哦，我作业哦，我辣外头演出老忙哦。为啥晓得伐？伊搿只淘宝，我辣绑定我的支付宝啊。伊搿搭够不错，他提交我搿搭，对。我1万40号下去一看，支付宝付脱3600块。我讲妈，我1万4只有1200块啊，侬勿好意思啊。改变了生活了，当然有爱要大声说出来。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天长地久，祝观众朋友们健康长寿，谢谢。好，这个吴兴波的评话相当的精彩。他的评话呢，现在他的风格啊，跟过去传统的评话已经有所不同啊。在这个大剧场演出啊，加入了更多的评，更多的噱头啊，更多的跟时尚挂起钩来的一些评说，所以呢，这个效果相当好。当然呢，也要跟这个网络的观众打个招呼，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唱呢全是有字幕的，这个说呢就没有字幕了。大家可能像就听外语一样。的确，评弹呢也碰到一个问题啊，这个文化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大家都很欢迎，但是呢，苏字我听不懂，苏州话听不懂呢，我们所以到这个外地去演出啊，到港澳台地区演出啊，到国外去演出都打字幕，但是一打字幕呢，对演员的负担就是很重。因为评弹它是比较这个，我们说不是每一次啊都是死背的，他自己有自己的心得，有这个活络的空间。那你每一个字都要精准到跟字幕一样呢，演员也有压力。打字幕的人，我们必须是演员打，还不能一般的工作人员打。为什么呢？他要知道你这个书的这个前后的情节，特别是噱头。这个噱头啊，你不能打早了，一打早违结，你说了已经白说了。你打晚了，搿句已经过去了，再打也没弄清啥事体。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打。所以这个字幕的问题啊，的确对评弹员也是考验。但是我们观众肯定就看到，吴兴波老师在台上这种风采啊，这个场内的效果，说明评话虽然一个人有他独特的魅力。那么接下来呢，要请大家听一个开篇，也是《三国志》当中的内容，叫刀会。那么这个开篇呢是个传统开篇，很多流派都唱过，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讲调。问去向地山，月空冷若丹的啊，忠义千秋的一针神呐、所以这个情节呢，发生在《三国演义》第66回，关云长单刀赴会。这开篇呢，把这个单刀赴会的内容啊，全部都复述了啊，一直是久唱不衰。我们欢迎这个评弹金榜的状元，也是在这儿得的状元啊，蒋派艺术的传人黄海华为大家演唱《刀会》，伴奏江小博。谢谢听众鼓励。今朝是你个蒋师兄啊，非常辛苦啊。一试门下，你是师兄，我是师弟。今朝师兄啊，托师弟一把，非常开心啊。那么，刚刚陆金华讲了，你是以前啊胖，现在瘦。我们相反，以前瘦，现在不这样子。胖底黑，中气足。那么感谢你师兄，请听单位。相提杯，西把长天间，第二杯，
拿来把后头谁想第三杯一月龙倒影怕只怕最内上皮多香嘿君儿啊像林兄兵败当阳大东后分我最接近最一想不为非是因后沟今日里得听你君语当一句君语你不忘多承去那关公分是从不弄你非亲嘴牛来所见罪自越是云巧计谋你可晓得我吉祥三生你明不累我是怪在江生人下第一在一两第二次否对那楼说是几秒几不人晓得文飞山他一水满江到日今后你最惨怒不许你好好的送至我墙壁上云染公日红大多里山手对镜相两
你不能睡。好，感谢黄海华的精彩演唱啊！这个换行头了，要正式上班了啊！今天呢真的是流派纷呈啊！刚才呢这个是三国，那么接下来呢又有个大流派，也是我们这个《水浒》当中的精彩的选回。那么吴兴博表演的是《水浒》是评话，其实呢我们弹词啊也有《水浒》的精彩片段。我们这个杨振雄、杨振言两位大师啊，这个他们的弹词武松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文学性极高，艺术性也非常的高，一直是广大观众非常喜爱的这个长篇弹词。但是呢，这个杨派艺术啊难度极高，我们晚辈呢这个学啊真的是学不好，但是呢杨派艺术也需要发扬光大，所以今天呢最后一段呢是《水浒》当中武松的一个选回，叫挑帘。这个挑帘呢，是《水浒》当中就是西门庆跟潘金莲结诗的这样一个片段。当然，在这个原著当中呢，只有区区的这个100把个字，但是我们评弹艺人呢，用这个评弹的这个样式说学弹唱演非常细腻的样式来呈现给大家。所以这一段呢是杨派的精品。那么刚才这个黄海华唱的《世间哪个没娘亲》呢，是蒋派。曾经获得了这张唱片安堂任母获得了第1届金唱片奖。评弹界有2张金唱片，一张是蒋一泉的，一张就是杨振雄的所以也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份记忆。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和上海评弹团的也是非常优秀的杨派的传人陶英云一起来为大家表演这一段武松挑帘，有请陶英云。洋炮了，好不分我这样上来个样子的，上海人讲腔调要这样。那注意吧，杨老师一个特点，伊不要搭脚的，因为要做动作的，所以伊搭到台上，啪一只搭脚就踢到里向去了。所以杨老师足球也踢得特别好当然呢，我动作不是老多的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样子要好这样的。请你唱2声子好的。陶英云呢也是这个我们人才引进，也是上海评弹团的优秀的演员当然呢，屋里辣上海，那么你个爱人也是上海人，所以呢，在上海也是理所当然。那么你呢，嗓子相当黑，唱得黑，那么我也不要多讲，请你来为大家演唱几句吧。谢谢大家都放得开。实际上海的老听众，在上海是非常的开心。那么今朝为大家唱的2句东北歌曲。
设阶段，余下普居人家，风一起，栗子一动，虎肚郎不对几条，对待起来，我个大嫂啊，今朝风大啊，你窗前非要开在，栗子也非要贴上，是啊，子那个嫩皮肤，你也伤风给。哎呀妈，彩饼哎！可怜许多妇女公路年年来迷尘，奴家经历，哎，怒恨来。谁托血闲话，哎呀难听啊！他是林燕，许老母。
那个嫩皮肤呢，也少风干，智囊一塌，心里一塌。记得么道？你是听着兄弟扶送的说话，扶送令是最难讲的。这位少少长得太，所以必毫无人理。那哈，鼻孔还可是背回起来个，我也不着天了。不许开场，披上开，李子挑里去了。从打长波个打，那么拿个梨子，贴起来，预备贴在上头的一只扎口头，拿个梨子扎来，时间了不容易挡下来。在上头一口呢，哎呀，都还是慢呀！哎哟，本来时间多了是个梨子，不办法贴起来个吧？够了去。哎呦，这个豆米买的去了还晚，非得不去，我家单真是个贱，再不追，农业啊哈！臣是良臣，贵不是。心花分离，到今夕啊！西门庆大官人，听蹦玉门是戏，是什么？这自是记得，介绍有一个标致个女人，翁君不信，难道为什么美娇娘沦落在外壁不认？今日里大官人一来我日，待我到这次日记上怎么去？这个啥人啊？西门庆，西门庆后续洋人，给他杨国有里向的几批流氓恶捕，现在不得的摇身一变，也在对老板。当俺们里向的人盯得像鬼子样，又火得不得了。啥人不真称的一声西门大官人？这不今朝来做啥呢？不为何意？来听你讲了。听朋友都说，自着高上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不相信，搬去看一看。
现在一路打过来，这帮兵破门里，那帮兵去门前，这自日起奔着穷人的口啊，哪里来什么酱呀？大古人，你呀，上了人家的当然的上当，怎么的？坐下。好，身体塞出真有香水，一阵风，喵！哎呀！西洽潘军里14个跟足够，下来嘛，望着那个头上向，啪！看看一记口，这个西门庆呐，痛得便飞。啥体嘛？足够买西不错，雷不高，一好。啥体一下么？个对帮夫几个叫吃好头啊！啥的？俺做哥哥当我大姑人的头上，一口啪，一根竹竿往下来，好学洋人，真该出根儿打在大姑人的头上，回答了得。待俺看上什么一看。哎呀，一个女人啊，风度不错啊！我的今朝哪吃到啥样的生活呀？那么西门庆帽子正一正，啪，得搞一个上头梨子的理想，这样一来嘛，个梨子失去作用了，眼光。哈哈！看见了一下，刚刚10岁出头落去大通之里，中档之里也发脾气。那为啥呢？发脾气，多大单真是我，让口。哎呀，今朝不是吃好的实力上地头吧？哎呀，能吃到他啥样的生活？这个鱼马上不错啊！哎呀，妙！女儿，理想是间水。心事有君罢了，对，只见他还小岁，气不住。看得俺闻飞拍三语，我们要私下功夫细语泪。水龙子心不移，分明寓意把我泪。善意梦得花相思，纵使走过也风雨，我要追花人草。
把金恩。推公手好，不晓得那么那么上头看，乱了个潘经理还辣辣往下头看呀！哎呀，这个伢子还不想，吃到子生活非得不转，眼目目到那顶来子我辣辣看，哟。身上件衣裳哎呀漂亮啊！看他全身高盖，呀，你看你抽水扎酒一般人扎不起高。哎哟，还是个读书人了，嘿！雷我明明是个流氓恶霸，就是流浪忙下去当里读书人了。潘经理再一看呢，这个人非得斯文，长得哎呀，好看啊！哟，好看呀！潘经理，你哪能看啊？啥看我不流氓，你看起来是个好人啊！风度翩翩读书人，其实嘛，这西门庆一时功夫特别好。一把手子手里一拿，侬身上的锐气啊，收得干干净净。现在一看啊，这个女人非得马上好，而且呢，对我有意思了，还眼神里看得出对我有情。怎么呢？海里下来谈谈。搿你让流浪像我让我就讲闲话一出来了。西门庆搿把手子拿到手里向。戴真上头支持，戴真地上搿根竹竿对对，引入海，来得这个么事，哎呀，来谁得起啊？潘经理呀，这一根竹头么能是几的呢？你娘里去孩子呀？搿岁数你也塞，等待搿个人追特子，进步去塞。今朝个潘经理听人说的噻，其实你自家本当也要下去呀。现在出房门，夫妻浪向，哪晓得嘛？哎呀，给他一高个呀，哒，拉下来了。晓得你让下来，西门庆身体大片。我说对哇，你下来嘛，身体上贴大片，搿来西门庆啊，你为要装好人，为要装腔作势，身体大片呢，登来上来招呼我。大门跟去，本手气他嘎，门一开，望出去一看呢，这根竹竿啊，在那高当中，潘经理，嘘，带竹竿旁边，起三只鸡头，望准竹竿的山上浪，打，硬了不就是来高一响，追，什么的？招呼不当拿住竹头谁要追啊？可是没拿被打，海哪里？说盖儿在他个人的头上打了这么一下，不上来赔罪，拿了出盖水水，真正吹于此类。哎呀，啪，竹竿落地，潘经理的心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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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不定。哎呀，这个人辣辣轰满着啊！还没是我自家发喊呀！发大声打动子把人家们上来，谁得的办法是个呀？我想不想，谁只跟竹竿马上就走，把人家哪非轰满的？得里办个法是吧？谁走身去？啊，大官人！方才仙女子一时诚心失落竹竿，为防大官人是哎呀，好看呀！只见他鸟怒平定，欧怒动子，兵法上并无插带水色，面貌而不是脂粉硬滑，
身浪向上身在一件灰色的兜儿，腰里向锁一根吹香色的耳巾，手里向拿一块香炉水泡。我身在一点颜色西，上是一个红军，看得啊，闻飞扑塞呀，好好好！哎呀，小上们小夫之全地之意与都是擦成，因为宋是一个女子家才没考据，大人搞出来绕地让人，一般人搞出来了，个裙子还没上，两只脚分不能口气看哪里去？个西门庆走得去，手指往针对针一插，上来帽子正一正。上推一推，搭档嘞，哈，小娘子，方才神梦不起，是做给儿在大官人的头上，轻轻将棒子这样一击，真三声语音，三声语音啊！呀，翠，哎呀，不用外力，不用外力。这个一车，今这个一车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